Nvidia、Microsoft、Apple 三間美國嘅公司等咗半個美國市值，美股不斷咁破頂，基金散戶又擁抱住美股，場內外未結算嘅期權咧超過1萬億美元。有 AI 就掌握住未來，定係 AI 掌握住人類嘅未來呢？美股陸續出季度業績，各大嘅科技公司互相投資、互相買單。之前 Nvidia 嘅1000億投資到去 OpenAI， 再轉到去 AMD 同埋 Oracle， 一個禮拜內創造4000億嘅成交，真正係比中國嘅內循環更加實在嘅內循環。喺會計帳上就成為合共5000億嘅大雕，而由 Nvidia 出資嘅1000億，最後翻返去手裏邊。正所謂空手套白狼，基金喺埋單，散戶咧又樂觀追貨加槓桿，不過錢就冇真正多咗啦。但由消息出嚟，股價就再升咗30%，市值多咗近1萬億，中間就好似一個呼氣，憑空就多咗1萬億出嚟。呢啲係咪泡沫呢？應該唔係。從網上睇到嘅評論啊，有各種偉大嘅科技推背論，乜嘢未來 AI 會創造幾多嘅價值 ，AI 會點樣去增加生產力 ，AI 咧會產生幾多嘅經濟收益 ，AI 可以生成更多嘅 AI， 所以 AI 就係錢啦。咁樣到今日為止 ，AI 有冇幫你俾過錢呢？如果講話一個金融嘅騙局嘅誕生係用 AI 策劃，你會唔會鬆呢？